3元，这么多的产业，我没有一样带得走。我的孩子这么多，我有3个孩子，我这一生中都用我的爱在爱这3个孩子。可是我的病痛，我的孩子替不了，我的孩子替不了。我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，而且我开斋破戒，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去什么地方。那或许跟点师，我们都鼓励他要去忏悔。可是他的女儿已经30几岁了，他女儿30几岁，或许跟他女儿说：“你的妈妈不能动，因为她稍微轻碰一下就很痛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去帮你的妈妈到佛堂去忏悔？”他的女儿跟后学说：“阿姨，我没有空帮我妈妈忏悔，我妈妈已经那么可怜，她都快死了。她想吃肉就给她吃吧，其实舔一舔也好啊。她想吃鱼给她舔一舔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孩子不接近，她顺着她的孩子不接近，所以她孩子有没有明理？也不明理。那后学呢，就有一次，我就没有几天因为佛堂要办大，后学就赶快联络他女儿说：“你可以阿姨可以请求你来帮你的妈妈忏悔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空了，我要去补货。”他说他没有空了，各位浅浅。他的妈妈一辈子都那么爱他，他说没有空3个字而已。结果呢，或许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妈妈开斋破戒，又没有在修道。